我要为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公案，这是我们正国寺的一位王老师他所碰到的一个案件，他把它写出来。这位王老师本身是一个中文老师啦，他写的内容说，从很多书看过许多念佛的感应实录，总是觉得不可思议，又似乎有一点遥不可及啊。一直到他亲耳听到一位念佛有所感应的事件，更是撼动了他的内心，心里感受到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德力啊，不可思议的慈悲心，以无碍的光明，无条件的救度，他很赞叹佛了。在2013年的1月，王老师在南投县集集镇的佛陀世界和平塔礼佛，正当绕塔念佛结束，来到大殿回向的时候呢，听到有一位来自于彰化园林的师姐跟恒空师父正在聊自己的遭遇了。聊着聊着呢，就让他越听越入迷啊。这个师姐细说着自己从小就身体非常虚弱，有着先天的心脏疾病，因为念着家境不是这么宽裕，医疗费用庞大的负担，他就暂且搁下医治的打算，没有找医生。但是时光过得很快，他婚嫁之后呢，这位师姐忙着家庭的生活，过着幸福而美满的日子，一直到另一个噩耗突如其来了，打碎了这个幸福的家庭。这位师姐因为感到腹部的疼痛而就医诊疗，这才发现到她腹中早已生了一个子宫肌瘤，而且太晚发现，已经肿大到像3、4个月大的硬胎一样。这时候诊疗医师也不敢贸然的开刀，只能请师姐跟家人好好的讨论，再来研讨开刀的疗程啊。她回家以后呢，就感到很沮丧与无奈啊。无常的来袭啊，让他跟家人手足无措。正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呢，因缘际会来到正国寺，他受到上人的开示而一心念佛了。身体病痛的煎熬让师姐有着无比的出离心啊，发愿往生西方，不愿再受轮回与众多的苦痛啊。就在一次的梦中，这位师姐感到自己的神识已经脱离开躯体啊，她见了一位身着着曼衣的女孩子，带她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国度，在那里她感到心无比的清净啊，无比的自在。他告诉身边的菩萨，他想留在这里，不想离开了。但是菩萨告诉他，你的时候未到啊，你得回去啊。师姐不舍得求问着他，那我该做什么呢？我能做什么呢？这位菩萨就回答说，好好的念佛。师姐再一次的求问说，听说人的灵魂要离开躯体的时候，犹如佛龟脱壳般的痛苦啊，为何我感受不到呢？菩萨就回答说，因为你的心没有执着啊，是因为这个缘故啊。师姐醒来以后，这不可思议的梦为她带来了更强烈的信心，相信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一心求生西方，就如同法照大师所说的佛偈啊，弥陀本愿特超殊，慈悲方便引凡夫啊，一切众生皆度脱，称名即得罪消除。愿意信受弥陀救度的师姐，后来又再一次梦到阿弥陀佛亲自来到梦中，告诉他可以准备开刀跟诊疗了。这个师姐跟医师讨论以后呢，了解开刀的风险了，但他早已将一切都托付给阿弥陀佛了。在长时间的开刀之后，到了夜间，医生就告诉师姐的丈夫说，
你们这一位师姐已经面无血色，恐怕有危险呐。这个晚上，身处病痛煎熬的这位师姐再度梦到阿弥陀佛，慈悲的阿弥陀佛用手在她的头顶上点了3下，这种不可思议的佛力啊，帮助她度过了最危急的时刻，甚至隔天她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这让参与诊疗的医生同感不可思议。世间大慈悲父阿弥陀佛啊，以此不可思议的威德跟慈悲，救度了深受病痛的孩子。他把我们当独子一般，不愿我们再陷到轮回之苦，以他宏大的第18愿，称名即得往生，来救拔身陷火宅的我们，亲自感到佛的恩德，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呀。这是我们正国寺的王老师这一位信徒，他亲自跟这一位师姐接触之后听到的感应事迹，他把它笔录下来，这是非常真实的公案。由此我们能够体会到阿弥陀佛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只要你一称念，就跟他心心相印了。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的，只是你能不能信得进去。很多人半信半疑，念佛也是应付。这种状况下，当然或许你的感应没有那么强烈，但是这位师姐呢，到正国寺来听完了一堂课以后，她信心建立了，非常的坚强，她一心就投靠阿弥陀佛，一心持念弥陀名号，结果感应道教，在她最危急的状况下，得到阿弥陀佛佛光的加持，脱离病痛，很快就出院，全家能够团圆。所以我们感受到佛对我们众生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体谅我们，为我们设想的非常周到，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。希望各界的信徒啊，我们念佛一定要建立信心。往生西方的真正原因是信心，信心是往生的正因，念佛是往生的根本，我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阿弥陀佛。